之前羅馬 Vlog 提到聖母大殿同伯利恆嘅主誕堂好相似，今集再睇有幾相似。今集我哋都會去睇下其他喺伯利恆同埋喺耶路撒冷嘅景點，當中包括哭牆同埋聖母教堂。我哋 intro 之後就正式翻嚟開始。今次嘅以色列之旅，我係坐由維也納出發嘅 Wizz 航空，同一般嘅歐洲航班唔同，飛去以色列嘅航班唔可以只係靠網上 check in， 必須要親身去到櫃台，由職員人工檢查入境用嘅 ETA。由2025年1月1號起，前往以色列嘅免簽證旅客都需要先申請 ETA 電子旅行授權，先可以登機前往特拉維夫。接近降落嘅時候，飛機進入以色列嘅空域，機艙廣播要求所有人扣好安全帶，暫停起身，亦都禁止使用洗手間。機師話呢個係因應政府嘅安全指引。從呢一刻開始，你會明顯感受到呢一趟旅程同其他地方真係好唔同。護照上面蓋章，又會俾一張入境卡嚟，上面有你嘅名同所有資料，一定要保管好。我就喺機場嘅呢一間 Stemeski 買個 SIM 卡啦。一行出 Terminal 見到嘅呢個 Menorah 其實係達利設計嘅。之後去到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嘅片，我會再講更多關於達利嘅故事。而家等我去攞個車先。本身我對於喺機場租車嘅品質係冇乜期待，結果佢俾架 Turbo 喺沙漠路上開起上嚟係幾爽嘅。我呢一趟旅程所住嘅七拱酒店位於東耶路撒冷。呢一區喺行政上仍然由以色列管理，但喺國際法上係屬於遭到爭議地區。咁樣嘅模糊狀態，亦都反映喺城市面貌上。你發現呢一度高樓唔多，城市發展係明顯慢過西耶路撒冷。1967年6日戰爭後，以色列控制咗東耶路撒冷，並將其納入耶路撒冷嘅市政體系，包括整個舊城在內，開始由軍事管治逐漸轉為民政管理。不過呢一個主權變化並未獲得國際社會嘅普遍承認。根據國際法嘅基本原則，領土不應該透過戰爭取得主權，因此聯合國、歐盟以及多數國家仍然將東耶路撒冷視為被佔領嘅巴勒斯坦領土，並最終定位應該透過未來嘅政治談判去決定。需要注意嘅係，呢個係一個法理同外交層面嘅立場，並唔代表呢度冇實際嘅行政管理。正是喺呢個實際管治存在，但係主權地位存在爭議嘅狀態，深刻影響咗東耶路撒冷嘅城市發展面貌。喺我住嘅幾晚，房價只係大概60磅一晚，而且包括咗第二朝嘅早餐。呢個價錢只係正常嘅1/3左右。一齊嚟個快速嘅 room tour 啦，都係比較簡單嘅房嚟嘅。但係儲物空間都算足夠嘅。mini bar 咧亦都係每日會供應一啲咖啡嘅茶，咁都係全部都係 kosher 嘅。廁所亦都係冇乜特別啦，冇浴缸。咁成間房基本上大致上係咁啦，都算係 OK 噶啦。朝頭早起身第一件事當然係食早餐啦。酒店自助早餐選擇唔算特別多，但喺以色列呢一種物價偏高嘅地方，其實真係幫我慳翻唔少錢，而且唔使一早出去揾餐廳，坐喺度慢慢食，都係一種旅行嘅節奏。而且喺呢度係可以一路睇住聖殿山嘅金頂清真寺嚟食早餐。而家就俾大家睇下喺酒店出面嘅風景到底係點嘅樣。酒店位於橄欖山上面，所以好容易就可以得到一個最經典嘅耶路撒冷景色。我今次係將車停喺 Mamilla Mall 嘅停車場，然後步行入去耶路撒冷。呢一度嘅位置啱啱好，行幾分鐘就係亞法門，另一邊咧就係現代嘅新城，一邊就係3000年歷史嘅舊城。如果係自駕嚟耶路撒冷，呢度都算係一個最方便嘅停車點之一。Mamilla Mall 其實唔止係一個商場，而係連接新耶路撒冷同舊城嘅過渡地帶。一邊係現代城市生活，行多幾分鐘就直接入到去亞法門。就算係新建築，成個設計都刻意配合舊城，用相同嘅石材同埋低樓嘅高度，唔會搶走歷史嘅存在感。
條係亞法路，幾千年嚟由地中海進入耶路撒冷嘅主通道。以前商隊、朝聖者、軍隊都會由呢個方向入城。如今你見到有電車、咖啡店同各種嘅生活節奏同時存在。呢條路其實就係耶路撒冷點樣一路行到今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耶路撒冷就進入咗英國託管時期。英國人第一次用現代城市規劃嘅角度去處理呢一座古城。佢哋保留咗舊城嘅歷史核心，但同時喺城外建立咗筆直嘅主幹道、公共空間同行政區。亞法路就係呢個時期被確立成為耶路撒冷嘅城市主軸。直到今時今日，無論係輕軌、商業活動定係人流分佈，其實都係沿用咗英國時代定落嚟嘅城市骨架發展。呢度係麥哈利耶胡達市集，一個由19世紀一路用到今時今日嘅生活市場。呢個市集源於19世紀末，當時耶路撒冷外開始出現新社區，農民就喺呢一度直接賣菜同水果俾居民。英國託管時期，市集被正式規劃，變成有固定街道、棚架同清晰行人動線嘅市場。日頭佢係耶路撒冷人買餸嘅地方。夜晚鐵閘一落，就變成全城最熱鬧嘅酒吧同餐飲區。呢度最吸引嘅係，你可以一條街同時見到宗教、日常同埋現代生活。我哋而家就向住剛才停車嘅商場去行，穿過剛才嗰個商場就可以去到雅法門。由 Mamilla 商場行過嚟，現代耶路撒冷走我背後，前面呢一度就係雅法門。幾百年嚟，朝聖者、商人、殖民者都係由呢度入城，而門邊嘅呢座堡壘就係所謂嘅大衛塔。佢唔係宗教地標，而係權力嘅制高點。入咗呢道門，你踏入嘅唔止係舊城，而係3000年歷史嘅核心。耶路撒冷舊城其實總共有8個城門，包括大馬士革門、獅子門、錫安門、糞門、希律門、金門等等。行喺耶路撒冷舊城裏邊，好多人都有一種感覺，點解呢度咁似伊斯坦布爾嘅大巴扎？拱頂、狹窄嘅通道、連綿不斷嘅商鋪，呢一個其實唔係巧合。由16世紀初開始，耶路撒冷同伊斯坦布爾同樣屬於鄂圖曼帝國，而且維持咗400年。對於鄂圖曼帝國嚟講，統治一座城市唔止係駐軍，而且要建立一套可持續嘅秩序。於是鄂圖曼人發展出一套高度制度化嘅市集系統。今日我哋即管叫佢做 Bazaar System。呢種市集有好幾種明顯嘅特徵。第一，街道狹窄但係連續，因為行人最重要嘅流動單位。第二，大量拱頂同石造通道，遮陽防雨，令商業活動可以全年無憂。第三，同類行業集中喺同一條街，方便管理、收稅同維持秩序。伊斯坦布爾就好似鄂圖曼帝國嘅首都，大巴扎就好似一個示範單位，規模最大，制度最完整。佢唔止係市集，而係帝國嘅金融同貿易核心。耶路撒冷就唔同，佢唔係經濟中心，而係一座極度敏感嘅宗教城市。鄂圖曼人冇大規模重建，而係將市集緊貼宗教動線，服務朝聖者，同時維持城市運作。英國託管時期，英國人選擇保留舊城原貌，將現代城市發展移到城牆之外。結果係新城似歐洲，舊城就仍然維持鄂圖曼結構。所以你覺得似伊斯坦布爾唔係錯覺，你行緊嘅唔止係市集，而係一套已經消失咗帝國留低落嚟嘅城市秩序。
我哋而家去緊嘅地方係哭牆，哭牆係第二聖殿外圍平台留低落嚟嘅部分。哭牆呢個名其實係源自外界，用嚟形容猶太人喺呢一度哀悼聖殿被毀。聖殿消失之後，呢一面牆成為猶太人今時今日最接近聖殿嘅地方，亦都成為流亡、記憶同祈禱嘅象徵。1967年6日戰爭之後，以色列控制喺東耶路撒冷，猶太人第一次可以自由進入呢一度祈禱。有啲人將紙條放入牆縫，因為唔係因為牆有魔力，而係因為呢一度代表住一個持續咗2000年嘅連結。哭牆向下係猶太人今時今日最接近聖殿嘅地方，而喺同一個平台之上就係金頂清真寺。金頂並唔係清真寺嘅主祈禱空間，而一堆圍繞住聖岩而建嘅紀念性建築。呢塊石頭對於猶太教、基督教同伊斯蘭教都有各自唔同，但同樣重要嘅宗教意義。呢度係錫安門，錫安唔止係地名，而係猶太歷史同身份嘅象徵。1948年戰爭期間，呢度門一帶爆發過激烈嘅戰鬥。你而家見到城門上面嘅彈孔並唔係冇修補，而係刻意保留作為一種記憶。呢度係大衛王墓，傳統相信以色列最重要嘅君王大衛就安葬喺呢座山上。考古上未必可以100%確認，但對猶太人嚟講，呢度代表皇權、國族同歷史嘅起點，所以你會見到呢度唔係博物館，而係仍然被使用緊嘅祈禱空間。由大衛王墓向上，你會嚟到呢個被稱為最後晚餐樓嘅地方。呢度唔係耶穌時代嘅原址，而係十字軍時期重建嘅紀念空間。但2000年嚟，基督徒記住嘅唔係建築，而係耶穌喺呢一度同門徒共進最後一餐嘅意義。再上一步，你就企喺錫安山嘅天台。呢度冇宗教儀式，但你同時可以望到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嘅地標。喺耶路撒冷，唔同信仰唔係一字排開，而係一層一層搭喺一座山上。呢個佈滿彈孔嘅錫安門，我哋頭先已經提過。如果你留意城牆，就會發現上面滿布彈孔，呢啲都唔係裝飾，係1948年中東戰爭留低嘅痕跡。當年呢道門曾經封閉接近20年，將舊城同外面嘅世界完全分開。而家你眼前睇到嘅呢條路咧，叫14苦路，拉丁文係 Via Dolorosa， 意思係痛苦之路。按照基督教傳統，耶穌就沿住呢條路由被判刑開始，一步一步走向受難。如果你以為呢條路係可以精確還原嘅歷史路線，其實並唔完全係。從佢嘅名用拉丁文表達，你可能已經估到，今日我哋行緊嘅14苦路，主要喺中世紀之後，隨住朝聖活動慢慢定型嘅結果。耶穌時代冇所謂官方路線，亦都冇路牌話俾你聽行到第幾集。你一見到嘅每一站，更多係教會將信仰記憶固定落城市空間入邊嘅方式。你會留意到14苦路入邊有啲場景，例如耶穌跌倒，維羅尼卡為佢抹面，喺聖經入邊係冇詳細記載嘅。呢啲唔係歷史錯誤，而係信仰傳統嘅延續。教會唔係想重現每一個細節，而係想用一站一站嘅方式幫信徒理解受苦本身。所以14苦路唔係一條考古路，而係一條靈修路。重點唔係你行得準唔準，而係你有冇行落去。而最特別嘅係呢條路係唔係喺荒郊野嶺嘅，佢係穿過一條仍然有人生活嘅城市。你會見到有商店、居民、遊客同祈禱嘅修士同時出現。對於信徒嚟講，行14苦路係重演一段歷史，亦都係用自己嘅腳步去行一段關於承受、陪伴同堅持嘅旅程。而對於非信徒嘅我哋嚟講，呢條路提醒我哋，一座城市嘅街道，除咗交通同埋買賣，亦都可以係承載記憶同埋意義嘅。
14苦路嘅最後幾站都係呢個地方——聖母教堂。喺聖母教堂嘅外牆有一條梯，幾百年嚟都冇人喐過。呢條梯唔係被遺忘，而係被刻意保留。因為聖母教堂係多個基督教派共同管理，任何改動都需要所有人同意。喺19世紀訂立嘅現狀協議之下，連一條梯放喺邊都唔可以隨便改。所以呢條梯存在原因唔係因為重要，而係因為冇人敢喐。一入到門口，你就可以見到受膏石。按照基督教傳統，耶穌從十字架卸落嚟之後，遺體就放喺呢一塊石頭上面，接受抹油、包裹同埋準備安葬。由地面向下行，光線慢慢變暗，氣氛亦都變得安靜。呢個聖海倫娜教堂係屬於亞美尼亞教會嘅，同拜占庭皇權歷史係有關。相較上層嘅擠迫，呢度更顯得平靜。從呢度向下行就係發現十字架小堂。根據傳統，聖海倫娜就係呢一帶發現耶穌被釘用嘅十字架。呢度唔係確定嘅考古證據，而係信仰記憶嘅所在地。你而家所見到嘅唔係原本嘅墓穴，而係包住墓穴嘅建築。呢座小聖墓經歷過無數次重建、倒塌同埋修復，係幾百年妥協同爭議嘅結果。佢本身就係一個保護殼，可惜裏邊係唔容許拍攝嘅。但我即管就講下入邊有啲乜嘢啦。進入墓室之前，會先經過一個細小空間，叫天使之室。按照傳統，天使喺呢一度宣佈佢已經唔喺度啦。再入邊就係耶穌被安葬嘅墓室，空間極細，你需要彎腰先可以入到去。各各他就係耶穌被釘十字架嘅地方。有趣嘅係，同一個地點卻被分成兩個教派嘅小堂，一邊係屬於希臘正教，另一邊屬於天主教方濟會。你會發現連高度、裝飾同視覺都刻意唔一樣。呢個地方本身已經係信仰分裂嘅縮影。完成咗今日嘅行程，我本身諗住揾間超市去買下嘢，但我發覺喺耶路撒冷裏邊係幾乎係冇超大型嘅超市嘅。所以我決定都係揸車去揾一間 hypermarket 就嚟行下。基本上咧喺以色列咧都係有唔同嘅 hypermarket 嘅，咁所以只要你揸車咧，其實都係相當之方便。物價方面比起英國其實係相差不遠嘅。但喺以色列揸車，你係需要比喺英國揸更加有耐性，因為呢度係會有好多唔顧其他人嘅司機嘅。睇短短幾十秒嘅片，你就睇到有幾多唔顧其他人嘅司機啦。第3日嘅早上，我唔係俾鬧鐘叫醒，而係俾防空警報叫醒。因為也門方向發射嘅飛行物，耶路撒冷響起咗防空警報。對我嚟講，呢一刻係旅程入邊第一次，戰爭唔再係新聞，而係直接進入咗生活。防空警報之後，城市重新回復平靜。我喺酒店房間望向窗外，同時聽住新聞主播報告最新嘅情況。順帶一提，我住嘅呢間七拱酒店本身就係新聞報道入邊經常用嚟拍攝耶路撒冷畫面嘅位置。好多時你喺新聞入邊見到嘅城市遠景，其實就係由呢個角度拍出嚟嘅。我哋而家去緊嘅地方係伯利恆，位於耶路撒冷以南大約10公里。佢喺歷史上之所以重要，有2大原因。第一，按照基督教傳統，伯利恆係耶穌誕生嘅地方。今日城內嘅主誕堂亦被認為係世界上仍然係持續使用中最古老嘅基督教教堂之一。原始建築可以追溯到4世紀。第二，伯利恆喺近代歷史中一直係巴勒斯坦城市嘅代表之一。
人口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為主，歷史上曾經有相當比例嘅基督徒社群，但過去幾十年出現明顯外移。伯利恆係一個被圍牆包圍嘅巴勒斯坦 A 區。有關於奧斯陸協議同埋巴勒斯坦嘅 ABC 區，我喺下一集會作更加多嘅介紹。呢度係 Checkpoint 300，位於耶路撒冷同伯利恆之間。佢唔係為遊客而設，而係一個每日供大量巴勒斯坦居民進出耶路撒冷嘅主要檢查站。Checkpoint 300喺2000年代初建立，同以色列整體安全系統同步發展，由最初嘅臨時軍事關卡，逐步變成而家高度制度化嘅檢查設施。每日清晨，成千上萬人喺呢度排隊通行、返工、就醫或者前往宗教場所。伯利恆嘅隔離牆喺2002年後開始興建，作為以色列整體安全系統嘅一部分。伯利恆嘅隔離牆上，你會見到大量嘅政治塗鴉，其中一個經常出現嘅形象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啲塗鴉多數出現喺2017年之後，回應美國承認耶路撒冷作為以色列首都嘅決定。喺呢度就要提到一個英國藝術家 Banksy 同伯利恆嘅關係並唔係偶然嘅，佢由2005年開始喺隔離牆上面創作，為一堵為安全而建嘅牆變成世界注視嘅畫布。我哋而家行緊去伯利恆嘅市中心，準備要食午飯。最後呢，我係揀咗一個好普通嘅選擇 KFC。點解會選擇喺呢邊食 KFC？ 原因有兩個。我先講第一個，另一個下一集再講。喺巴勒斯坦 A 區食飯，個價錢比以色列正常嘅地方係會平好多嘅。呢個 KFC 餐只係要45個 shekels。而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出面以色列嘅地方根本係冇 KFC 嘅，但具體原因我之後會再解釋。呢度係主誕堂。基督教相信耶穌誕生嘅地方。根據傳統，耶穌就喺呢個山洞入邊出世，而主誕堂就直接建喺山洞之上。呢座教堂係世界上仍然喺使用中最古老嘅基督教教堂之一。最早嘅建築可以追溯到4世紀，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嘅母親海倫娜下令興建。之後教堂多次被毀重建，但呢個地方從來冇被放棄過。有一個好特別嘅細節係，主誕堂嘅正門係非常之低嘅，叫做謙卑之門。你唔可以企入去行去，一定要低頭。而喺地下嘅主誕洞，地上嗰粒14角星標誌住傳統認為耶穌誕生嘅地方。呢粒星係喺1717年由天主教方濟會安放。14角嚟自馬太福音對耶穌家譜嘅分段，象徵彌賽亞血統嘅完成。星上面拉丁文嘅意思係耶穌基督由童貞女瑪利亞在此誕生。主誕堂旁邊嘅呢一座係聖加德蓮天主教堂，由方濟會管理。由於主誕堂本身有多個教派共用，天主教嘅正式彌撒期都喺呢一度舉行。每年聖誕夜，全球直播嘅伯利恆午夜彌撒就係喺呢一間教堂。聖加德蓮教堂嘅通道地下有通道直接連接主誕洞。聖誕夜儀式嘅時候，神職人員會喺呢度進出。兩個地方表面上分開，實際上係同一個宗教複合體嚟嘅。就喺主誕堂嘅附近，有一個地方叫做奶洞教堂。根據基督教傳統，聖母瑪利亞帶住初生嘅耶穌逃往埃及途中，曾經喺個洞穴入邊短暫停留。傳說話，瑪利亞餵奶嘅時候，有一滴母乳滴落石頭，令洞內嘅岩石變成奶白色。奶洞個名就係咁樣嚟。呢個故事並冇出現喺聖經嘅正典入邊，而喺中世紀之前，朝聖傳統慢慢形成嘅信仰記憶。今日洞內見到嘅白色石頭，更多係一種象徵，而唔係一個醫學或者神蹟嘅宣稱。好多人嚟呢度祈禱，為嘅唔係奇蹟，
而係求子平安生產同家庭順利。特別嘅地方係，嚟呢度嘅唔止基督徒，亦都包括穆斯林同其他信仰嘅人。就喺禮頓教堂嘅隔離，我見到一間手信品店，佢嘅老闆係非常之友善嘅。佢甚至借出佢嘅天台俾我哋去拍攝伯利恆嘅風景。呢一間咖啡店喺旅遊達人嘅圈子已經相當有名，我決定要試下。可惜我當時唔知道，原來 Checkpoint 300係會閂門嘅。結果我要坐巴士兜個大圈，所以翻返去 Checkpoint 300外邊攞翻我架車。完成咗一日嘅行程，當然就揾個商場涼下冷氣、食飯、買嘢啦。但係當我準備開車返酒店嘅時候，麻煩又嚟啦。7 Arches Hotel. You need to go to the hotel? Yeah. I don't know if you can go in now. משטרה לא מורשה. What happens? Yeah, but we're like, אתם יכולים להזדרז, מגיעים לי פה אוטובוסים, צריך לשחרר. תמשיך בינתיים. עושה סיבוב.嗰晚返酒店嘅時候，我先發現條路突然封咗。原來對開嘅橄欖山墓園正喺度進行一場喪禮。橄欖山係全世界最重要嘅猶太墓地之一，幾千年嚟無數人都希望死咗之後可以葬喺呢一度。因為葬禮，酒店外面要臨時封路，車同人都過唔到。我哋最後要慢慢解釋，證明自己係住客，經過一輪交涉先可以返得到酒店。כאן אתם מבטיחים לעצמכם את הישועה וההשתדלות להינצל מפגעי הזמן ובונה חיי ומזויני רוויחי שהקדוש ברוך הוא ימלא את כל משאל עשריכם לטויבו יבטוח את צבירת ודבר מפום פגעי הזמן。今集我哋已經去咗伯利恆嘅聖母母乳教堂，所以我就忽發奇想，我哋今集嘅醫學內容可以講下母乳。母乳同普通嘅嬰兒幼兒配方奶粉有咩唔同？最大嘅分別就係母乳除咗營養成分同埋水之外，亦都可以提供到抗體，特別係免疫球蛋白 A。人類都係有初乳嘅，產後頭幾日嘅母乳就係初乳。醫學研究已經證實，佢能夠降低早產嬰兒患上壞死性腸炎嘅風險。我哋剛才已經提到，人類嘅母乳係帶有免疫球蛋白 A。但係佢只係喺母乳餵養期間係有效，一旦停止餵哺就會迅速下降。佢最主要係幫助預防腸道感染，所以母乳帶嚟嘅免疫係被動免疫，亦都絕對唔能夠取代疫苗。按時接種疫苗係非常重要嘅。如果感到餵哺母乳有困難，最常見嘅原因係缺乏技巧。呢一方面可以同餵哺母乳嘅專家去傾下。至於藥品同埋保健品嘅方面，大部分都係證據不足嘅。咁有啲咩疾病同埋藥物係會影響到可唔可以餵哺母乳呢？乳腺炎嘅母親，我哋反而係鼓勵佢更加要多啲餵。至於感冒、流感都唔會影響餵哺母乳。帶有乙型肝炎嘅母親，只要新生兒喺12個小時內打咗免疫球蛋白同疫苗，亦都係可以餵哺母乳嘅。而唔建議餵哺母乳嘅情況就包括 HIV 感染。就算病毒數控制得再低，普遍發達國家嘅指引都唔建議 HIV 嘅母親去到餵哺母乳嘅。HTLV 係一個類似 HIV 嘅病毒，佢嘅感染者同樣都係唔建議餵哺母乳嘅。亦都有一啲藥物喺使用期間係唔適宜餵哺母乳嘅，所以當你睇醫生嘅時候，你必須要話俾佢哋聽，你係正在餵哺母乳。餵哺母乳係的確可以用於避孕嘅。但係當中有3大要求，缺一不可。第一，嬰兒要少於6個月；第二，要全母乳餵哺；第三，要尚未恢復月經。如果剛才嘅條件達唔到，你就會需要採取避孕措施啦。哺乳期間嘅避孕首選可以係只含黃體素嘅口服避孕藥或者避孕針，當然都可以係宮內嘅節育器。含有雌激素嘅複方避孕藥或者避孕貼會導致奶量減少。餵哺母乳唔係道德標準，就算做唔到100%全母乳，都依然能夠帶嚟健康嘅好處。
千祈唔好因為餵哺母乳嘅情況未如理想而感到焦慮或者內疚。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就請你撳個 like。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就請喺下邊留言。如果你覺得唔好睇，就記得 share 俾朋友睇啦。我哋下一次再見，多謝收睇。